湾话艺术水阁好，搁将解说2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比咱来研究台湾的汉诗，嘉义新港地出名的文人林伟条先生，伊是清朝尾的秀才，不过日本人侵来接管台湾的时阵，伊有安尼家族啊带咧，倒转去到心肝内的故乡漳州，漂洋过海，伊感觉讲我是漳州人，真正去到漳州才知影讲，原来我已经是出外人了。这个心境伊写作7言的律诗，见面头一句讲：中来路倒自行征，离芳从良必须应。触目他乡无限感，回头故国不成情。路前遥有萧萧响，海上吹风瑟瑟鸣。作怪风涛声浪好，滨江歌客望风景。是啦，林伟条先生伊带囝儿是说家族啊，安尼过去到厦门地甲讲。原来我来到鹿岛，鹿岛就是厦门岛哩。我已经袂出敢若出外人来旅行的人，所以眼来看到是他乡，毋是故乡。啊，倒位是伊的故乡？嘉义新港，所以伊才会写讲回头故国不成情，百般的感慨，点样伫咧怀疑。日本人接管的时阵，我都有地通走撇。我安尼规家族啊带来漳州，但是这敢是我的故国，所以经过2冬，林伟条先生重新搁再倒来新港发挥。我那伫家己厅，日本时代有做官，毋那安尼用心计较咧推动家己地方的汉诗文学，尤其伊一个下弟啊，伊的干仔孙是咱现主时真出名的表演的艺术家，云门舞集的创办人林怀民先生。啊，咱听林伟条这首诗，咱也去想起，真侪老辈伫咧中美建交，就是台湾甲美国断交迄当阵，敢毋是厝卖卖咧拼去美国，讲台湾岛要沉咯，可能台湾要互中国摕去咯。到落尾经过无几冬，嘛是重新搁再倒转来台湾发挥，因为去到美国迄个异乡，亲像林伟条先生的心情嘛同款。我来到鹿岛，来到厦门，已经是异乡，半暝半海洋声，拍醒我这个出外人。台湾的汉诗表达文学家的心境。